有唔同嘅信號顯示咧係有呢個伊朗革命衛隊嘅上校咧係遭到呢個上門嘅報復，即係好似孟加拉嘅模式。嗱，因為呢個上校咧係有份去執行一啲咧係叫鎮壓嘅任務，咁啊俾人起咗底。嗱，希望呢啲咧係比較多啲，因為如果大部分嘅呢啲革命衛隊嘅將領、高層、指揮官，包括咧總之參與鎮壓嘅指揮官，佢哋俾人大規模起底，跟住啲人上門，你跑得和尚跑唔到廟，係嘛？咁樣咧，我覺得會對佢哋造成嗰種咧係叫做震懾大好多。嗱，所以孟加拉模式咧，將來中國咧一定可以用嘅。逢係講親呢啲示威，一定要結合我哋香港以前失敗嘅例子。將來中國香港咧，我就唔會有期望香港會發生呢啲事噶啦。嚟緊我哋希望嘅只有喺中國。